有请大将军。那我们赶紧出发呀！可以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整个妖魔界都在蠢蠢欲动，全都在等唐三藏到人间来？那他们去找唐三藏就行了，干嘛来我五岳山啊？因为他会在这里出现呢。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呀！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帮我这么大的忙，所以我要把我的亲妹妹刘香香嫁给你呀！你不是孙悟空？没错，我是六耳猕猴。六耳猕猴，哇，果然是个好名字啊！哪位大师帮你取的？可不可以让他帮我也取一个？既然我们俩是好兄弟，你觉得我叫六小龄童怎么样？哎呀，你严肃一点好不好？你这么正经，我很严肃。你这是个蠢牛！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真是孙悟空的话，每次飞的时候还用你等我吗？我一个电动10万8千里潇潇洒洒的独行侠，还用认你这个蠢货做大哥吗？哇，贤弟啊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也很合理啊。哎呀，你才懂啊！但是你为什么假冒孙悟空？难道想死啊？谁想死啊？要怪啊，就怪玉帝那个老糊涂蛋。我只不过是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牺牲品，你知道吗？我好不容易逃开唐僧那个魔爪，哎呀，他天天苍蝇的我头都疼了。但是，一旦我被召回天庭，我就得生生世世跟他在一起，不但每天听婆婆妈妈的经文，7情6欲啊，更是想都不要想。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，还要把你的妹子嫁给我吗？当然，你这么讲义气，可惜我只有一个妹妹，如果有2个的话，我都会嫁给你啊。贤弟啊，况且我认为你现在的样子啊，拿来配种简直是绝了。但是贤弟，为了我妹妹的幸福，绑架唐僧的事不宜迟啊。哎呀，你说老大是怎么想的啊？那怎么能把那个如花似玉的香香小姐嫁给那个臭猴子呢？哎呀，你那么傻，你怎么会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呢？你要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，他还怎么当老大？这葱怎么卖的？哎，你说的这倒有几分道理啊！啊不，走那边看看去。哎，施主请留步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都是出来混的，可不会跟你道歉的啊！哎，没关系，相逢呢就是一种缘分。方才听到2位小兄弟在聊豪子的问题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识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？贫僧正在找他。你找他干什么？他欠你钱吗？明明是我先问你的问题，为什么你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反而又问了我一个问题呢？为什么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个毛病呢？我就问你，他有没有欠你钱？他并没有欠我钱啊，但是他欠了我一个比钱还要重要的东西呀，是一个缘，一段修行，一份纠缠不清、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情啊！这位小兄弟，方才听你说话的语气，你是不是认识孙悟空啊？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？你知道他在哪里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不告诉我的话，会耽误我。哎，施主，你怎么样？肠胃不好就不要乱吃东西。施主，你耳朵不舒服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如果你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也要告诉我，这样会耽误。哎，哎呀，不要打脸呢！哎，不要打脸，不要浪费食物。哎呀，大师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！我才刚离开一会儿，你又被人打了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火气重啊。但是我感觉到悟空啊就在附近，说不定啊，贫僧再被人打几次啊，就能找到他了。我们走吧。啊！哎呀，年轻人呐，哎。贤弟，你大可放心，我这积雷山可谓是山势复杂，地势险要。正所谓行路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只要唐僧进入我的地盘，保准他有去无回。大王，你们说呀！啊，那什么，山下有一个人打听4大圣的消息呢。谁呀？是一个和尚，老啰嗦了。啰嗦有多啰嗦？你问他。快！把我在积雷山的消息传出去，最好传到他的耳朵里啊！我们干活儿！大哥，
几个给我吩咐下去啊，让他们下山的时候注意脚下，谁要是弄坏了我的陷阱啊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知道了。好，去吧。贤弟啊，贤弟，哎，哥哥，你猜谁来了？谁呀？猜呀，你妈，再猜，你爸，你妹，那怎么骂人呢？你妹，你妹，你妹夫，你妹妹，我，你就剩下几个好妹妹，你都不记得她了？哥，哥，我想你想的好苦啊，哥哥。贤弟啊，太不够意思了，有这么漂亮的妹妹也不介绍给我认识。我其实不是一个妈生的啦。哥哥，你是不是都把我给忘了呀？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告诉我，我们太久没见了，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说，慢慢说。说你个小妖！贤弟啊，不许这么跟妹妹说话，尤其是这么娇美的妹妹。牛大王真的是哥哥力十足哦。那当然了，我们牛大哥可是积雷山炫媚狂魔，从来不让妹妹流泪的。贤弟呀，好好待妹妹，不然别给我翻脸不认人。顺便替我多美言几句。慢慢聊，有机会去我屋喝茶。把脸变回去。谁？变谁呀？变什么？什么呀？你给我把脸变回去。啊，变脸啊！哎呀，这个说到变脸，好像是霞姐你比较在行啊，不如霞姐你变一个给我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反正啊，不是你疯了跟我像。好你个清颠大圣！我去养伤这段日子，你干了不少好事儿啊。先是跟我徒弟纠缠不清，现在又来积雷山欺骗感情。敢问你徒弟是哪一位啊？白晶晶和春三十娘。哇，好好听的名字呀！可是我不认识呀。那你倒是忘得快。不过啊，如果这件事情告诉你的牛兄的话，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？哎呀，如果让他知道的话，我就直接从新郎变成贡品了呀。可这样的话，你就一辈子都见不到孙悟空了。那封分手信是你捣的蛋吧？自作聪明。谁让你们这帮臭男人只顾自己快活，负心薄幸？我不管，今天晚上必须跟我走。啊，跟你走啊？好啊，但是听起来怎么不像打抱不平，有点像吃醋。我呸！越好，越来越好了啊！哎呀，哥哥，你这没事吧？你这都哭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我小时候经常和我妹妹打打闹闹的。紫霞姑娘，既然你是我贤弟的妹妹，以后我能不能也称呼你妹妹啊？贤弟啊，是专门给你定做的礼服，我拿去试试看。牛哥哥，你真的要定下这门婚事啊？我哥他，哥他对结婚不感兴趣啊，总喜欢打打杀杀的，怎么行呢？所以你要帮我劝劝他。好，我决定了，大舅哥，好妹夫，大舅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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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剑呐！原来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如此美丽的妹妹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积雷山地势复杂，我担心你了。牛大哥有心了啊！有心那也得看对谁呀。每个人都会有呵护之心的。
我本以为能够结拜大圣这样的好兄弟已经很难得了，没想到还有幸能认识你这样的美人儿。啊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到后山放烟火，不知道紫霞姑娘能不能赏脸一起？这些烟火也是为你哥哥的婚礼准备的。他这个人放荡不羁，当然不会在意这些细节了。正好你在，可以帮他把把关嘛。对不起，我晚上不出门的。哦，既然如此，白日焰火呀！哎呀，姑娘见笑了。有牛大哥帮我哥操办婚事，我这个当妹妹的就不用操心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？哎呀，我积雷山呀，你想要的一切都应有尽有啊！你以后可以常来啊，紫霞姑娘。武器库和水牢都有，这积雷山大大小小的妖王每季都会给我进贡，所以在我积雷山超有安全感的。这些啊，多亏了你哥哥。哎，霞姐呀，麻烦你可不可以不要烦我呀？你不遵守约定，我当然不能放过你。哎，就算你要找孙悟空，没必要全方位压榨我的时间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有自己的私人生活。哈哈，你自己的生活啊，不就是为非作歹、似处留情吗？哎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怎么啦？好，就算是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就算是这样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告诉你，和我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孙悟空。你要是把我惹毛了，我让我们唯一的这点联系都灰飞烟灭。孙悟空，我慢慢找，我跟你的账现在就要算，你必须对我徒弟有个交代。交代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桩婚事就是最好的交代。麻烦你回去告诉你的徒弟，告诉白晶晶，我谢谢你了啊！算你聪明啊！你现在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是积雷山第一老大的好妹夫，你要是伤了我的话，小心他收拾你啊！刘二苗，我看你们家能不能这么嚣张？贤弟啊，你看你很满意吗？不错不错啊！那个牛哥哥呀，不知道这个令妹什么时候能来到牛府跟我完婚呢？不要猴急嘛，贤弟。沈卫送来消息说，为了有最好的状态面见夫君，他要在绝情谷做完全套的美容护理，再来参加婚礼。那为什么搞出一副分分钟要结婚的样子？其实啊，牛哥哥，我觉得我们呢可以先抓了唐僧再完婚，这样不是更从容吗？因为高兴嘛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多收几天礼金，还可以跟诸位兄弟多联系一下感情，不是一举多得吗？这样。恭喜新郎官！感谢！诸位，从今天起，我牛府大摆宴席，庆祝舍妹出嫁。让我们夜夜笙歌，喝个一醉方休。好，大王气壮如牛，何不趁着大喜日子再纳妾一位？这样我们牛府也算是双喜临门呐。对呀。哇，这个提议好啊，我很喜欢。纳妾，大嫂没意见。我们早就离婚了。再说了，那个黄脸婆在109000里以外的火焰山里，就算知道了也奈何不了我。姐弟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了。新夫人找一位仙女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只怕舅夫人不愿意啊。不愿意？轮得着她不愿意吗？我一定左勾拳加右勾拳，任何一个人都有生命危险，知不知道？牛哥哥好 man 啊！厉害！是吗？哼，这大红大紫的也太俗气了吧！这是谁要结婚呢？
哇！集体婚礼呀，玩的够前卫的呀！哼，你们男人口口声声说真爱，一转眼就能跟别的女人结婚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佩服，佩服！贤弟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不是啊，你是吗？哎，我已经在这里下了负心咒，只要我把这张符烧了，负我的人当场暴毙。公主手下留情啊！你终于敢承认了你，我必须承认啊！我必须承认啊！你我哥哥此次结婚，正是因为跟你离婚之后太伤心，所以他才另婚疗伤，而结婚的对象正是舍妹紫霞。喂，你说什么呀？你是他妹妹。是啊是啊。跟你分手后，我每日三餐不宁，贤弟他可怜我，就将妹妹许配给了我。我为了报答他，就将香香许配给了他。这样一来，亲上加亲，双喜临门。你把你妹妹许配给了这只臭猴子。我知道你心疼香香，可是我贤弟他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，真的很不错的。原来你不光是个骗子，还是个大混蛋！敢还手！这招我打你谎话连篇！再一招，我打你负心薄情。公主，有什么气冲着我来？牛哥哥，你先走，我替你顶着先。好兄弟，今天大家都在，你只要把话说清楚。紫霞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现在是自由的单身族，我对你的爱也是认真的。上次，你跟我说，不再跟那头死牛做交易，你对我是真心的。可是为什么一走了之，杳无音信，还来这儿另娶新欢？牛夫人，你叫我牛夫人？公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懂哎。你听不懂？是谁当初说我的美貌让人难忘？公主的美貌确实令人难忘。哼，现在开始跟我玩太极了。公主，请你放尊重一些。虽然你跟我大哥离婚了，但你依然是我大嫂，一日为嫂，终生为嫂。你以为我来这儿是为了那头臭牛吗？我离婚是为了谁呢？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！紫霞，我对你的爱是认真的，何必刀剑相向呢？说，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感情嘛，你情我愿，爱过最重要，不爱也不代表欺骗呐。那你的爱也太短暂了吧？哎，人生那么长，世界这么大，总要多听、多看、多感受，千万不要在一个顶点停留啊！美人儿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何必要针对我呢？替铁扇公主教训你！
美人啊，他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你了结今天的麻烦，我一定8抬大轿娶你的。小妞真够野的，不过我喜欢。公主手下留情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？约定？你为什么不说你是孙悟空的妹妹，还要嫁给我老公？你们3个人一起来骗我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呀跟那个猴子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没什么关系。哎呀，你费那么大的心思来告诉我他们的阴谋干嘛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哼，某个人喜欢当小三儿。哎呀，不是啊，公主啊，你听我解释，真的，你一定是想上位，对不对？哎，不，你就是想上位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你听我说，对不对？大哥呀，今天情况这么混乱，我们还是先走吧，改日再做打算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贤弟，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你，哎，夫人，幼稚啊！夫人，啊，前妻有什么事情你就冲我来。紫霞姑娘不管怎么说也是客人呐。客人，恐怕马上就成为牛府的新夫人了吧？等走！哎呀，什么？居然还拖我下水！去你的吧！趁你赶紧对铁扇公主说出实情，你的好兄弟牛魔王现在已经自身难保，免得一会儿血溅当场。喂，你是不是跟这帮兄弟做了局，给我下套，让我难堪，对不对？你也太多心了。我们既然已经没有感情了，不如放爱一条生路，让爱自由，干嘛钻牛角尖呢？哼，敷衍我呀！别以为离了婚就万事大吉了，你好好看看那封分手信。就要分到任何家产。我怎么可能对你有欺瞒呢？就算我对你没有感情了，也知道你是狠人啊。那就好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武器库我已经派人过去了。你要不老实交代的话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这整座积雷山就灰飞烟灭。是他呀！哎呀，他为了让我帮他绑架唐僧，跟我说你一定会跟我分手的。他跟我说的那些话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哎呀，你冥顽不灵啊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再纠缠我的好哥哥了，你就是不听，还来反复纠缠，休怪做贤弟的我翻脸不认人呢，是不是大哥啊？你想翻脸不认人，那也别怪我不讲情义了。哎呀，他那个牛脾气你知道的，现在撕破脸对谁都没有好处啊！哼，我铁扇公主敢做敢当，你呢？你连是不是在骗我都不敢承认。你算什么齐天大圣？你算什么男子汉？你有没有种啊？你告诉他，你怎么说爱我的？爱你？大哥，他说我爱他。我齐天大圣啊，只会喜欢2种人：情感上征服我和武力上打服我的。了解他，都怎么好意思说爱他？哎呀，我说，我点灯还你又灭不了，你还要那破扇子有什么用啊？公主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贤弟，让我们暂且分开，5日后情义龙见。他们都被你扇飞了。六耳猕猴不见了，大圣又离我越来越远了。
死鬼，看什么呢？偷看我洗澡啊？流氓！不过，人家刚刚是在那边。师妹，你确定帮主真的喜欢你吗？可人品不怎么样。你懂什么呀？他只是走错门而已，跟人品没什么关系。哟，看你智商也高不到哪儿去。没办法呀，恋爱中的人智商本来就不高。又恋爱了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天煞孤星。说谁呢？你去哪儿啊？哎，有我在，我帮你想办法嘛。大丈夫要有担当，一味的想逃跑有什么用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大丈夫，我只是个山贼而已。我只想每天做一个不悲不喜、挥金如土、每天都可以泡妞的普通人而已。知道了吗？我走了。喂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这么说，陪我看月亮去。拿个包袱干嘛？你要去哪儿？丢垃圾。那走吧。你在干嘛？嗯？难道你看不见吗？我在思考。嘿，干嘛呀你？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儿吧。喂，怎么这样说？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啊？是啊，但是我有一事相求。哎，我菩提慈悲心肠，有求必应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救救我吧！哎，像什么样子？你堂堂一个斧头帮帮主啊，勇敢担当一点，就两妖精嘛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我是斧头帮的帮主，我才要对我的那些兄弟们负责任。在这种紧要的生死关头，难道不应该让我的那些兄弟们先上？出来混，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儿，明不明白？明白，明白就好。休息，休息一下。求大师为贫僧指点迷津。问什么？问钱。详细讲。女儿国国王看上了我的师傅，还强词夺理说不给钱不让走。可我们没有钱呐。去借钱，四处碰壁，借不到啊！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。大师，不能再往前了。此钱非彼钱，我说的是前站。借款还是找前站，只要手机号和淘宝信息，即可轻松借到钱。借钱上前站。帮主上任的时候，你都没有给他买过酒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再说帮主很快就不行了。快点儿！
哎，你走快点。我节食，我不想吃。必须得吃，走。坐下。帮主还没落座呢，你们就开席。这未免也太没有规矩了吧？哼，我春30娘就是规矩。他算哪门子帮主？窝囊废！吃饭。不吃。那喝酒。酒精过敏。吃。血脂偏高。吃饱了。不领情吧？怎么办？我堂一个帮主，真的吗？刚才啊，我看到一道特别漂亮的彩虹，我带你去看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彩虹啊？我有点色盲。那就别看了，反正也没什么好看的。不如我带你去镇子上逛逛吧。他们说啊，这镇子上特别好玩，有什么赌场啊、酒馆啊，那些东西，我早已经玩腻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你还金青姑娘长，金青姑娘短的，是不是也已经把我玩腻了？哎，我那草我得去浇点水，我先走啊。哎，你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你偏不信。你连一个土匪都搞不定，还想搞定孙悟空？哼，我也真是想不明白了。既然连一个山贼的话我都不能信，我还能信谁啊？栀子房，你要干嘛呀，师姐？啊，他骗了你，我替你杀了他。不能把他杀了，我们还要利用他找孙悟空呢。要不是看在我们姐妹情分上，我才不会管你呢。移魂大法，不要，师姐！什么人？起来！说你呢，起来！刚才是你捣鬼。拿下来啊！看看你的脸。你这么眼熟啊？你谁啊？这段时间都没有看过你啊？俺是送外卖的。送外卖的？鼻子歪眼斜的，真是的！让你老板写过你啊，快快！说葡萄子，都已经到这个份上，你就出去跟他们拼了。嘘。原来是菩提老祖这个家伙。菩提老祖。刚刚是不是你的法器不小心掉了啊？你要是不出来，我怎么还给你呢？过来！菩提老祖，赶紧给姑奶奶滚出来，别躲在那儿，
跟个缩头乌龟似的不出声。菩提呀，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，既然来到此地，不出来打个招呼，未免有点不太懂规矩啊。老朋友啊，走，那边看看。原来他们一直找人就是你。不是，你说，你现在给我变葡萄是不是？啊，你给我变回来！你不变是吗？你变不变？行，你变不变？出来！回家。不要乱来啊！你现在做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的啊！呈堂证供？嗯，什么呈堂证供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一，用你的法力救走我斧头帮所有的兄弟；二，我亲自把你压到那2个妖怪那儿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谁都别想活。好，我有办法，但是，给我1杯茶的时间，让我冷静一下，可以吗？别给我转移话题，你想好了没有？你想好了，我就怎么救啊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我得想想把他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的。不用这么麻烦，随便什么地方，只要让我们远离那2个妖怪就行了，懂不懂？这样不行啊！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神仙呐。你不会是法力不行了？怎么可能？别说救你了，那2个妖怪我根本就没把它放在眼里面，知道吗？哎呦，你厉害！那你倒是把他们收来了。这样不行，天色已晚。这样吧，明天再说。现在月黑风高，正是杀人的好时机。我这就把我的弟兄们都叫醒啊！哎，别这样，动静太大，千万不惊动那2个妖怪，要不然他随便挟持那2个兄弟的话，反而限制我施展我的法力啊！我的兄弟呢，一向是义字当头，而且一个个都特别的勇敢，他们是不会介意的。你真的那么急吗？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动不了啊？别挣扎了，没有用的。我还可以跳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别跳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晚上必须跟那2个妖怪决一死战。不是不帮你，只是时机未到，你知道吗？别骗我了，行吗？我没有骗你，其实他们身上那个法器是我的，只是刚好就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，然后就克制了我的法力。别找借口了啊！打不过呢，就是打不过。堂堂一个神仙，连定身术也打了个折扣，看来这个法力真的是被克制住了。堂堂一个神仙，你作为一个神仙，你天天把神仙关在嘴边，你有什么用呢？你算什么神仙？不是，只是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去找一个恢复我法力的方法而已嘛。